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，咁亦都好開心咧，得到業主咧再一次邀請咧嚟參觀咧喺西貢嘅豪宅康湖居別墅啊，去欣賞呢一間咧非常之華麗、好有設計品味，亦都好溫馨、好溫暖嘅家。因為咧呢一度咧，我見到有唔少嘅小朋友嘅相片啦，甚至有幾隻嘅好漂亮嘅貓啊，咁喺我去睇康湖居別墅嚟講咧，就比較少有咧有咁靚嘅品味裝修。佢基本上咧業主咧將整間屋咧係反轉再反轉，所有一磚一木啊，所有嘅電線，所有嘅我諗鋪排係完全係唔同晒。佢每一個角落嚟講咧，可用空間咧，佢都將佢咧係設計同埋咧包裝得非常之實用，同埋咧華麗啊，亦都好有自己嘅心思嘅。而整體間屋咧，佢嗰個嘅用色啊、用料配置嚟講咧，亦都係渾然一成噶。所以大家喺欣賞呢間屋嘅時候咧，不妨咧俾啲心機咧，可以去慢慢欣賞下業主咧唔同地方、唔同嘅設計啊，擺咗好多嘅心思喺度嘅。我哋由呢個好大嘅車房啦，入到嚟呢間屋裏邊，我哋首先喺個玄關位已經可以睇到咧屋主嘅心思啦。啊，整體嘅佈局咧係成間屋咧，你可以見到咧，灰色啊，地下或者係我哋嘅牆身用晒一啲嘅木色啊咁樣咧，啊咁係主調咧係呢兩種顏色，啊配備咧都非常之漂亮嘅。咁而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咁大嘅開放式廚房咧，同埋一個咁大嘅中島咧，啊同埋連成一個即係8人嘅大餐台啦，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係非常之即係我哋叫做實用同埋華麗美觀嘅，啊，因為整個嘅開放式嘅廚房嚟講咧，一來好新穎時尚啦，而都佢將呢一個嘅做咗一個落地玻璃嘅設計，一個大嘅趟門咧，而呢個花園咧連成一體噶。咁而呢度嚟講咧，向嘅方向嚟講咧都係啦，南北咧就雙向噶，所以咧就係即係空氣都非常之好好。我亦都係啦，非常之寧靜啊。好啦，大家欣賞完呢一間咁漂亮、咁有品味嘅屋之後咧，我哋一個簡單嘅總結啦。而單位嚟講咧，喺市場裏邊咧咁靚嘅裝修亦都非常之罕有，所以如果有大家有興趣去睇呢個康湖居嘅物業嚟講咧，絕對咧係個優質嘅選擇嘅。好啊，多謝大家收睇。記得揾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。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噶啦。分行咧，我哋區內最多，分別有我哋嘅西貢分行啦、清水灣分行同埋我哋嘅西沙路分行。一定咧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噶。尤其而家市場已經係成交旺盛啦，我哋叫做係嘛。希望大家唔好執輸，嚟睇睇先。好，拜拜。買樓怕中伏，揾奇峰至輕鬆。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凶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凶宅可能性。
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佳奇峰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